2017年，泰康保险集团的董事长陈东森先生，他提出了一个做公益的一个构想，他说要资助1000家养老机构，让更多的长辈能够享有流光溢彩的晚年。泰康溢彩公益基金会到现在为止呢，已经资助了全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448家养老机构，也包括我们今天到香港来的我们仁济医院这个还有乐善堂，受益的老人呢接近10万人。香港的养老机构呢，应该说在养老护理方面呢，积累了大量的先进的管理经验。我们来就是过来学习，过来交流。我们也希望呢，香港的养老機構嘅同仁有機會呢，也到深圳去給我們傳親送寶。我哋10幾年前咧開始做養老，跟住就做醫療。我哋嘅養老呢度香港叫養老院舍啦，喺全國有40幾間，係全國最大嘅連鎖養老社區咁當然啦。入邊住咗咧，而家係接近2萬人嘅。除咗我哋嘅養老院舍之外咧，我哋有深圳前海嘅醫院、國際醫院，同時仲有我哋今日我哋泰康口腔診所。我哋希望就利用我哋呢啲資源，我哋嘅優勢，將來咧就可以服務到香港嘅市民。港人的北上養老。這個呢是我們非常樂見其成的，我們已經做了一些準備。泰康之家彭園的話呢，應該是接近60位，有10%的居民是來自香港的。我們泰康溢彩基金會這回到香港來，除了捐助了一些適老化的設備設施之外，泰康溢彩基金會還有一個叫溢彩培訓的項目。我們已經累計培訓了超過10萬人次的養老從業人員。未來我們會邀請接受資助的香港養老機構的院長骨幹請他們到內地去參加我們的線下的培訓，加強跟我們內地養老機構之間的經驗的交流。我認為這個呢，從長遠看的話呢，對於香港養老機構的這樣一種發展，也是一個會有積極的推動的意義。咁呢一次係第一次咧，係內地嘅機構咧係捐贈俾我哋香港嘅慈善團體嘅。咁我希望呢個係一個突破，我哋都期望嚟緊日子會可以有呢啲咁嘅協作咯，大家喺不同嘅領域咧，對社會提供你公益嘅一啲咁嘅幫助。